Hello，大家好，我叫 Kenny，今日咧同大家分享翻 OnlyLife 呢個獎金制度。而今次我嘅分享形式將會以一個簡單版嘅形式去同大家分享，咁就方便各位伙伴咧去解釋翻俾你哋嘅潛在客戶，又或者係一啲新加入嘅伙伴咧，好等佢哋可以好快咁樣掌握個獎金制度係一個點樣去解釋嘅。好啦，咁就遲下，當然我都會錄製翻一個咧詳盡嘅獎金計算方案，去俾翻大家參考翻嘅。咁好啦，事不宜遲，咁我哋先解釋翻一個簡單版嘅形式係點樣講呢？好啦，咁 OnlyLife 咧個平台，我哋會有分3個職級，分別係 P3 1000蚊美金嘅累計消費，係啦 P4 職級係累計2000蚊嘅美金消費，同埋 P5 職級嘅累計6000蚊嘅消費啊。咁打個比喻啦，假設你有個朋友佢買咗一部 P90嘅太核磁少能儀，咁就係1000蚊美金，所以咧佢就會喺我哋個系統顯示咗佢係 P3 嘅職級啦。又假設你另外一個朋友仔，佢係買咗一部 P90 Plus 嘅太核磁少能儀，價值1500蚊美金，再加多一部 Galaxy G1 嘅智能眼部按摩儀，價值500蚊美金，所以累計消費滿2000蚊美金呢，佢就成為 P4 嘅職級啦。喺我哋將會以下落嚟所講嘅所有嘅錢嘅貨幣都係以美金作為結算，咁而咧公司好好嘅，喺每日朝頭早10點鐘咧就會準時派獎金噶啦，咁所以我哋好多伙伴都好開心咧，就係每朝早10點鐘準時登入佢哋個後台睇下，哇！我今日又收到幾多獎金咧？係啊，咁好啦，咁遲下我都會錄製一條片咧，講解下點樣去登入後台去做操作嘅，係啦，咁。好，我哋開始進入去點樣去做結算每一個獎金啦。咁 OnlyLife 好有趣嘅，佢有一個第一大原則係咩呢？就係你嘅第一個伙伴必定要放喺左區。咁咩意思呢？好啦，大家睇到右面顯示咗一條組織線出嚟啦，分別有你嘅上線 A、上線 B 同埋綠色公仔嘅你。好啦，咁假設上線 A 呢揾到佢第一個伙伴啦，佢必定要放喺左區。咁就即係放咗喺你個 account 下面啦，咁就係佢第一個伙伴就係 A1，咁咧呢個第一個伙伴 A1 咧就消費滿1000蚊美金咧，咁所以就A 就產生咗第一個嘅獎金，就叫直推獎金，就係佢直推咗一個 P3，所以有60蚊美金啦。咁你嘅上線 B 咧，佢又揾咗第一個伙伴咯，都係一樣，必定放喺左區。咁B1咧，佢就買咗2000蚊美金嘅嘢，咁所以咧B 咧就會獲得直推獎金120蚊嘅美金啦。而你都係一樣，你揾到第一個伙伴咧，就放咗喺你嘅左區，就係你嘅第一個伙伴 P4，即係橙色個公仔。咁所以咧，你會獲得幾多獎金咧？冇錯啦，就係120蚊美金啦。好，咁當你咧揾到第一個伙伴放咗喺左區之後咧，咁你可以選擇咧，當你揾第二個伙伴嘅時候就放喺右區啦。假設好似而家咁樣，你嘅第二個伙伴係 P3 放咗喺你右區，咁左邊有 A1，右邊有你嘅第二個伙伴，咁就會產生咗第二個獎金，叫做層碰獎金，係啦，呢個層碰獎金咧係無限層嘅結算，咁就喺呢一層裏面咧就係 P3 即刻碰 P3 即刻。咁你係會獲得300蚊嘅層碰獎金。咁而你呢個第二個伙伴呢，佢好積極，即刻要揾咗一個朋友仔加入嚟。咁就呢嗰個朋友阿 Y1 就消費咗滿2000蚊美金，成為 P4 嘅即刻伙伴啦。咁就喺你嘅左區嘅第一粒就係 B1 啦，右區嘅第一粒就係 Y1，咁就產生咗第二個層碰獎啦，就係 P4 碰 P4 就有600蚊美金啦。咁Y1 又好積極咯，跟住咧佢又推薦咗佢第一個伙伴，又係擺喺佢嘅左區，咁就成為 Y2，咁佢就係消費咗1000蚊美金啫。咁但係佢都係屬於你嘅右區嘅Y2，咁 Y2 第一粒嘅右區，而你嘅第一個伙伴 P4 橙色嗰個公仔咧就係左區嘅第一粒，咁喺呢一層咧又產生咗個層碰，就叫 P4 碰 P3 嘅層碰，你獲得300蚊嘅美金。咁好啦，頭先都講過啦，只要咧我哋嘅伙伴滿足消費滿個額度就會自動升級。譬如好似而家 Y2 咧，佢本身係 P3，
佢買多1000蚊嘅產品就成為咗 P4，係啦，消費滿2000啦。咁公司好好嘅，咁公司會補翻一個嘅塵碰，因為咧由 P3 升做 P4，咁其實呢個塵碰咧即是係 P4 碰 P4 嘅塵碰啦，係咪？總計係600蚊嘅。咁因為之前出咗300蚊俾你，咁所以咧當阿 Y2 升級咗 P4 嘅時候咧，公司就會補翻300蚊俾你啦。所以即係呢一層係會獲得600蚊啦，總值係。咁好啦，我哋做個小總結。咁即使你喺呢一個組織線嘅狀態下推薦咗2個朋友，你總共收到幾多錢呢？你推薦咗第一個伙伴收到120蚊嘅直推獎金，推咗第二個伙伴係啦 P3 收咗60蚊嘅直推獎金。第一層 P3 碰 P3 有300蚊美金，第二層 B1 同 Y1 嘅 P4 碰 P4 有600蚊美金。同埋第三層係啦 ，P4 碰咗一個升級嘅 P4，總值係600蚊美金，所以咧加埋咧，你就係會有總值1680蚊美金啦，係咪好豐厚咧？嚇，你會見到咧，你只係直推咗2個嘅朋友嗱，喺個圖畫裏面黑色公仔嗰啲咧，全部都只不過係一啲你嘅伙伴或者係你嘅上線推薦出嚟嘅一啲伙伴。但係佢都會計落你嘅塵碰獎金裏面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嘅生意就唔係單打獨鬥咯，係啦，係我哋一齊合作點樣去做大一個嘅組織線，做大一個團隊，你就會獲得更多嘅獎金啦。好啦，我哋睇下下一個獎金啦，下一個獎金叫不勞而獲獎啊，呢個獎金係幾有趣嘅。因為咧有好多公司咧係都冇呢個獎金嘅，咁何謂不勞而獲咧？就即是真係嘅，你唔使做任何嘅嘢，係啦，你只要買咗產品，公司咧都會派獎金俾你嘅。點派法咧？假設你嘅直接上線阿 B 係啦。咁佢今日嘅收入就有1萬蚊美金為例，公司咧就會以佢1萬蚊呢個總收入去分5% 落去你度，同埋分5% 落去佢另外一邊線阿 B1 嗰度啦。咁所以咧，即使你都會馬上有一個500蚊美金嘅收入啦。咁當然 B1 都會有500蚊美金嘅收入啦。咁如是者喺你嘅角度，你有500蚊美金嘅收入，你下面如果假設亦都有一個直接嘅伙伴，係啦，咁你個直接嘅伙伴咧就獲得你500蚊嘅5%，就即時會有20蚊5蚊美金嘅收入啦。如此類推。咁係啦，喺而家我哋呢個組織線，你會見到咧，你冇做任何嘢，係啦，你冇推薦任何人，亦都冇再買任何嘢啦。咁但係公司咧都會根據翻你直接上邊嘅一個伙伴嘅總收入俾5% 你，所以我哋就叫不勞而獲獎啦。咁當然咧，話明不勞而獲就當然呢個獎金會有上限嘅，個上限就係假設你 P3 即刻入會咧，最高攞3000蚊美金。P4 即刻入會嘅話咧，會有最高6000蚊美金，同埋 P5 即刻入會嘅話咧，最高係18000蚊。咁即係呢個就係個上限啦。咁我又打個比喻咯，又問翻大家咯。嗱，睇翻上邊嗰個圖畫組織線，阿 Y2 最初咪 P3 入會嘅，係咪？咁佢後尾累計消費滿咗2000蚊啦，成為咗 P4 啦。咁我又想問下大家啦，你覺得 Y2 佢嘅不勞而獲獎金最高可以令到3000定抑或成係6000蚊呢？冇錯啦，答案就係3000蚊美金啦。就係呢個嘅不勞而獲獎金嘅司令 set 咗咧，就係喺你入會當刻嘅職級身份而去釐定嘅。因為 Y2 當刻入會嘅職級係 P3，咁所以咧，縱使佢中途升級咗去 P4，咁公司咧都只會最多派3000蚊嗰個獎金俾佢嘅啫，喺呢個不勞而獲獎裏面。好啦，咁咧我哋就再講第4個獎金啦。第4個獎金咧，我哋叫對碰獎金。對碰獎金咧都係一個無限層結算，不過佢咧就係會由你賬戶下面第4層先開始結算。好啦，咁你睇翻上面嗰幅樹圖，係啦，最頂頂嗰個你啦。嗱，雖然咧頭嗰你下面嘅對上3層咧就係冇所謂嘅對碰，但係咧你都會有塵碰嘅。你會見到有綠色嗰2個波波啦，左邊嘅第1粒同右邊第1粒。
第一層係啦，嗰個就係層碰啦，係咪？咁好啦，到落去第二層啦，咁嗰個左邊出嘅第一粒同右邊出嘅第一粒就產生第二個層碰，如此類推，第三層嗰個都有第三個層碰，係啦，所以咧你數落去下面頭三層都係會有層碰，咁對碰咧就係由第四層開始，你就會見到咧就係黃色波波嗰啲咧就係叫對碰啦。咁就你見到數落去第四層開始係啦，左邊有8粒，右邊有8粒。如果砌滿咗嘅話，咁意味着嗱，其中一對係層碰啦，咁所以剩翻嗰7對咧就係叫對碰啦。咁就睇翻你嘅職級，如果假設你嘅職級係 P3，每一個對碰收66蚊。咁所以喺第四層裏面咧，你會有7個對碰，係咪？所以咧，你最多可以嗰一層收到7乘66咁多個對碰啦。咁就當然咧，有一個日嘅最高獎金係1000，係啦，1000蚊美金上限。咁而當你 P4 職級嘅時候咧，每一個對碰係72蚊美金，係啦，上限每一日收2000蚊嘅對碰獎。P5 職級係78蚊，每一個碰上限每日最多收7000蚊美金一日，咁所以意味住係咩咧？第二日就重新再計算過啦，今日滿咗7000，咁就聽日就又有第二個7000啦。咁而呢個對碰咧都係無限層嘅。好，我哋再講下一個獎金啦，我哋叫輔導獎金。輔導獎金咧就係計個代數嘅，公司咧就多謝你咧去介紹同埋栽培到你嘅一個有能力嘅下線。咁喺公司嘅角度，何謂有能力嘅下線咧？就係當你個下線收到對碰獎嘅時候咧，咁佢就係喺公司嘅角度就係有能力啦。咁所以咧，輔導獎金嘅計算方法咧就係以你嘅代數，即係你嘅下線嘅對碰收益嘅某個 percentage。 好啦，咁你睇翻而家呢個表啦，假設係啦 P3 職級最多收3代，係啦，分別第一代10%，第二代5%，第三代5%。咁好啦，何謂第1、2、3代咧？好啦，我哋又睇翻右手邊右上邊嗰個組織圖，係啦，你會見到咧，你直推咗第一個係啦，橙色嗰個就係你嘅第一代啦。OK。咁你會見到而家顯示咗3個橙色嘅人仔就係你嘅第一代啦。縱使你嘅第一個係距離你第3層，但係佢都係你嘅第一代。第二個係啦，係距離你嘅第一層第一代啦，或者最尾嗰個雖然距離咗你第4層，咁佢都係第一代。好啦，第一代推薦出嚟嘅人，即係你會見到嗰個組織樹上面嘅 Y1 個位置咧，Y1 就係你嘅第二代啦。咁 Y1 你嘅第二代推薦咗佢嘅伙伴出嚟，咁Y2咧，Y2就係你嘅第三代啦。咁如此類推。咁所以咧，輔導獎金咧 P3 職級嘅你可以收3代嘅錢，分別第一代10%，第二代5%，第三代5%。而 P4 職級嘅你咧就可以收5代嘅錢，分別第一代10%，第二代5%，第三、第四、第五代都係5%。而去到 P5 職級嘅你咧就會可以收到6代啦，就分別由第一代嘅10%。而去到第2、3、4、5、6代咧，都係收5%。記住喎，呢個 percentage 係你嘅代數嘅對碰收益。對碰獎嘅收益就即是係頭先所提及嘅第4個獎金啦，對碰獎金。好啦，到最後第6個獎金啦。第6個獎金就叫全球分紅。全球分紅咧就係睇翻你個組織嘅一個分數或者嘅人數去表示。咁好啦，咁我哋逐個睇咯。咁亦都係我哋另外一個嘅職級獎啦，你可以咁樣理解。咁好啦，第一個嘅職級係啦，我哋叫 M1 係啦。M1咧就係你左邊14個，右邊14個嘅意思係咩咧？14個 P3係啦，左邊14個 P3，右邊14個 P3 就為之 M1啦。咁如果計分數嘅話咧，就係1萬分。係啦，咁就2區分別最少各1萬分嘅話咧，你就可以成為 M1 一個職級，咁就獲得全球分紅1份。全球分紅1份咧就大約係500蚊美金為之1份。
好啦，M2 職級咧就係左邊134個 P3，右邊134個 P3，係啦，咁就以細區積分為10萬分咧，你就會成為 M2，可以獲得全球分紅2份。M3 咧就係左邊667，右邊667個 P3，係啦，分別係指細區50萬嘅積分，係啦，你就成為 M3 啦，全球分紅獲得4份。跟住咧下一個就係左邊1334，右邊1334就成為 M4，即是細區積分去到100萬分，咁你就成為 M4 嘅職級，就全球分紅獲得10份。最後啦，暫時去到 M5 先講到係啦，M5 咧就係左右邊各6667個 P3，係啦，咁就意思指細區積分去到500萬積分，係啦，咁你就會成為 M5 啦，全球分紅獲得20份。咁咧，以上就係我哋 Only Life 嘅一個簡單版去演繹6大獎金嘅一個演繹方式。咁我希望各位夥伴可以多聽幾次，係啦，詳細了解翻個即係講法，係啦，説法，去可以等你咧簡簡單單、清清晰晰，大約用10零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解釋翻俾你嘅夥伴，係啦，或者係你嘅潛在嘅客戶朋友去認清楚了解啦。咁當然最後啦，如果大家有唔清楚或者唔明嘅地方，或者想了解更多咧，歡迎大家隨時揾我 Candy，係啦，大家見到啦，個 PowerPoint 底部就寫咗我嘅手機61726531，係啦，呢個係香港電話。好多謝各位夥伴，我哋下次再見，拜拜。